希塔療癒，世界最強的能量療法，第3章，療癒與解讀的基礎，第2部分。心電感應，腦波的電能所形成的直接溝通，一般來說我們稱之為心電感應或者靈通感知力。為了能夠維持心靈上深層冥想的希塔狀態，所有的心電感應與脈輪能量中心必須合而為一，或者是古人所謂的昆達里尼狀態。在許多人身上有不同的直覺或心電感應，他們在本質上是活躍的，而在一些人身上，他們正等待被喚醒。許多人的直覺被深埋於層層信仰體制之下，在希塔狀態下，這些人被喚醒，而且將兩者能力合而為一成單一意識，尋找造物主。下列為這些不同的感覺：同理心，同理的位置位於太陽輪，大致位於肋骨與胃之間。這是一種能夠通過將我們的電磁場投射到一種本能層面，或者與他人的感覺相關聯，來體驗他人感受的能力。舉例來說，同理的能力就是當別人感受到胃痛的時候，你也會有相同的感覺，不過疼痛的程度較少，而且是在你自己的胃。你僅僅只是知道那個人在那個部位有困難。同理的能力也是讓你在進入一個房間之後，了解其他人對你的想法，感應到你是否受到喜愛。靈視力，當我們使用靈視能力時，我們會使用第三眼的能量，在眉毛的中心與身體其他中心相對應。靈視力是能夠觀察我們在平常生活中無法感受到的事件與感覺，這就好像是第二視覺，利用冥想的心靈之眼觀察靈氣能量以及視像。有些靈視力者也有能力使用此技巧去解讀其他人的想法。擁有超凡的靈視力，你可以看透自己的身體。當你變得非常敏銳時，你可以精確地解讀身體的狀態。第三眼能夠非常準確地讀出別人身體的情況，因為第三眼了解此時此刻的狀況，但卻不能夠準確地預測未來。因為當你在使用這項能力的時候，你向來會告訴別人他們想要聽的，而不是他們應該要聽的。這是因為有了這項能力之後，我們能看出一個人最大的恐懼與最深切的渴望，但對他來說，這不見得是最好的事實。舉例來說，有些人也許會害怕身上是不是哪裏患癌。當通靈人士使用第三隻眼去看見的就是恐懼，而非事實。你必須要先與萬有造物主連結，接收最重要的事實。聆聽力，聆聽力是我們的聽覺系統，位於我們的雙耳。這項能力能夠聽見日常生活中所感受不到的聲音和對話，也是通靈能力中最需要具備的能力。這讓我們能夠聽見我們的守護天使與其他聲音的訊息。舉例來說，你會聽見你的守護天使以警告的聲調對你說：停，不要過這條街。這些聲音並非一直能聽見，但你可以從意念甚至是周遭的震動中聽見。預言，這是一種利用特定的神靈感揭露與預測的能力，藉由與神性連結，我們得到預測的能力。在預測能力之中，我們學到結合所有靈通嘅感知力，進入純粹嘅希塔腦波狀態。為了增強我們的預言感官，我們將一切傳到頂輪，並往上透過所有層面連接一切萬有造物主，並下指令。
我們能夠成為一位有直覺能力的人，頂輪也稱之為預言之輪，因為該處為開啟神聖之處。靈通的感官與脈輪的概念息息相關。脈輪是靈通感官嘅能量潛能所駐留之處。脈輪，關於脈輪的書有很多人已經寫過，它們是沿着脊椎軸上的能量中心，像是意識的潛能。有趣的是，每一個脈輪都與從脊椎處分支出來的主要神經節有關。靈通感官的能力就存在於這些旋轉的能量漩渦之中。體內脈輪或者是能量中樞的概念，以某種形式遍佈在世界各個多種文化裏。然而，沒有一種文化像印度教一樣，從密宗與瑜伽角度出發，去發展出脈輪概念。脈輪無法以實際物理嘅概念去了解，而是要以一個能量體來看待。它們是直覺能量儲存的地方。在印度教裏，它們常常代表一朵盛開的蓮花。在能量潛能中，它們是用來打開以及利用直覺能量的中心。昆達里尼，靈性之人都在追求昆達里尼能量。當能量流經身體後，直覺的能力將受到新的啟蒙所喚醒。Shakti 或稱作女性能量，位於脊椎底部。當它開始通過身體向上流動時，每向上提升會打開一個脈輪，直到與頂輪中嘅濕婆或者男性本質融合。在一個人的精神本質中，濕婆與 Shakti 融合，創造平等。當昆達里尼能量流到各個脈輪的時候，每一朵蓮花便會綻放，並且抬升起來。只要能量流到更高的脈輪，蓮花就會合上，代表脈輪中的能量以及其昆達里尼嘅融合已然啟動。在希塔的技巧中，一個人從地球中心吸取昆達里尼嘅能量，當能量向上流動到頂輪，就能夠燃點每個脈輪。當意識從頂輪離開嘅時候，個人便會與昆達里尼能量達到平衡，並且向上尋找造物主，作為一種平衡的靈性本質。當你透過頂輪將意識與造物主連結時，你的心智便能達到希塔狀態。儘管解讀需要使用所有脈輪，但頂輪是希塔療癒中使用最多的脈輪，因為這是通往造物主真理的大門。當我們思考真理時，自由意識的概念會打開我們的潛能。這潛能不只是使用自己與生俱來的能力，同時也能與造物主共同創造出來。自由意識與共同創造。自由意識的概念相當重要，因為這關係到冥想與個人的祈禱。自由的意志與自由行動是一種讓我們得以自己作出選擇的概念。自由意志在靈性上的連結，讓我們有權力去決定我們眼中的神或造物主。在希塔療癒中，我們有自由意志將我們內在與外在的神性連結起來。當我們經歷這個存在，就有機會創造一些我們自己的道路，來找到我們的方向。我們被賦予道德和尊重他人的工具，但造物主太愛我們了，所以也給了我們機會經歷生命的喜悅，而不受干擾與評斷。我們的存在可以視為一種身體、心靈以及靈性上美好的探索經驗。透過共同創造或與神的協同效應，我們能夠將造物主帶進現實，並療癒他人和自己。我們與造物主結合，並成為見證者。觀察的力量和成為見證者。在深層的希塔波裏，
我們打開療癒、解讀與顯化的大門，直到整個過程結束之前，我們必須要見證造物主療癒的力量。自然界中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離不開它的存在。我們的大腦直到形成一個真切的畫面之後，才會接受真實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發展出冥想視覺化的技能是如此重要。每個人都能冥想，然而某些人認為這意味着冥想只是透過眼睛往內去冥想而已，這是不正確的。冥想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我們想象記憶的地方。有些人稱之為感覺，有些人會將所謂的感覺與所見混為一談。如果你能感覺到綠色，那麼你就能冥想到綠色。同樣的，一個人也許會說，我覺得你的肝上有陰影，這也是視覺化的形式，而且那個人能夠完整發展出視覺化的過程。其實視覺化冥想是一種我們每天每秒鐘都在作的一種行為。90%的大腦感官輸入是視覺的，至少一半的儲存記憶也是視覺的。所以不管我們有沒有意識到，我們都在將事情事物視覺化。我們利用我們的內心之眼所見的圖像規劃並過我們的生活。舉例來說，你要去一個地方，不管你對那個地方熟不熟悉，你內心都會先規劃出一條路徑到達該處。之前你根本沒有去過該處，但你卻能夠事先規劃。如何辦到？就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你利用的是視覺化的能力。你將道路、曾經經過的街道，甚至交通標誌都視覺化。如果有人問你是怎麼到達目的地的，你會向他描述你走的路徑，同時在心中會看見一條你想象出來的路徑。不管你決定要除草、煮晚餐、買新衫、打掃房子、講笑話、聊書或電影，想象與視覺化都在運作，心靈之眼也持續在運作。而且在我們做白日夢的當下，現下的思緒對我們來說相當真實。如果我們不斷的重複做着相同的白日夢，那就會變成習慣。我們會開始相信並且接受白日夢是現實的，特別當我們有着強烈動機的時候。期待願望成真，不僅僅是一種可視覺化的行為，更是一種創造的行為。決定好我們真的想要發生的事，專心堅持信念，並設置強烈的慾望動機，並將其視覺化。透過視覺化創造現實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且我們都下意識的在做。意念透過我們的大腦創造了我們的生活，這僅是對想象與現實的認知，且常會讓某些人搞混淆。在你的心靈之眼中看見圖像，是希塔療癒中的一種心靈上的工具。閉上你的雙眼，並且想象自然景色。舉例來說，想象日落的畫面，而在這過程是一個我們能看見身體內部的方法。看見身體內部是否有不同困難的地方。一旦你熟悉了視覺化的技術之後，就會變得簡單。當你在練習這項技巧的時候，同時也會發展出所有的直覺技巧。你的知覺、聽覺、視覺將會互相同時發展。你會讚嘆造物主給予的能力。大腦就像塊肌肉，你越常用它，它在做某件事情上就會做得越好。我們與造物主連結的越多，我們就越能夠看清楚身體嘅內部，實行療癒以及做見證。一旦我們與造物主連結，想象即會成真。要記得，
這世上沒有任何不能視覺化的事物。如果你在遠觀一個人的身體，發現很難視覺化的時候，你可以想象自己離受影響的區域太近或太遠而看不到它。移動你的意識，像是移動一台相機般靠近或者拉遠焦距，讓受影響嘅區域看得更清楚。而對解剖學越了解，亦可以減少你對自己從身體裏看到東西嘅困惑，給視覺化作為參考點，讓你知道自己在哪裏。熟悉解剖學也可以防止你的意識因不懂人體內嘅領域嘅藉口來逃避了解。當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討論信念工作時，測試一下自己關於冥想信念的負面程度，並且釋放出可能吸出任何負面想法。身為一位希塔療癒師，學習冥想視覺化技巧並將療癒帶入現實是相當重要的。你見證的療癒即將來臨。想像力。在希塔狀態下冥想時，你正在使用想像力。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字典如何定義想像這個詞語。一、能夠視覺化，在心中的想法能形成圖像，特別是從未看過或者從未經歷過的事情。二、大腦上創造力的部分，大腦上部分想法、意念、圖像形成的地方。三、智囊，能夠想出解決困難的方法。四、創造行動，創造現實中假想的行為，特別是在文學作品當中。我知道第一次冥想也許會認為那只是自己的想象，但那是事實。想象是利用你的潛意識心智與希塔波結合產生的。潛意識掌管記憶與感覺，意識則是掌管決策。指令。在希塔療癒中，當我們往上走出我們的空間與造物主連結，並開始共同創造的過程，我們會在祈禱中對造物主使用指令和請求。舉例來說，我下指令和請求，將無條件的愛送到這個人身體內每一個細胞。謝謝，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指令命令這個字直接針對潛意識，而請求就是對造物主。你必須理解使用命令或指令這個詞是很重要的。舉例如下，造物主請顯示給我看。命令的定義如下：一、俯視觀察；二、讓某人能夠掌握如熟悉一種語言指令；三、透過觀察得到與接受；四、啟動信號。命令這個詞的附屬字詞在阿拉伯語中有共同、合作、邀請、聯合、加入的意思，而造物主這個詞有公開宣告目的與規則，各式各樣嘅相乘去構成一個由多種元素組成嘅整體，亦都有象徵宇宙設計重要嘅部分，讓我哋創造語言嘅下顎部分，同埋拉丁文下令咁解。你可以看到這些命令的文字，讓你有更強大的力量去了解造物主。有趣的是，相較於要求呢個詞中係 DE 喺拉丁文字裏邊嘅意思係相反、反轉、移除同埋減少。當你喺神、造物主或者萬物之源面前，利用呢個下指令呢個字，抑或任何你覺得適合嘅神聖名稱前寫用呢兩個字，簡單嘅祈禱就能夠造成一啲事情嘅改變。在下指令嘅過程中，你嘅腦中毫無疑問會做出咁樣嘅陳述，因為喺呢個過程消除你對你自己嘅價值、權力同其他方面所有懷疑同埋不信任。如果我嘅下指令對你嚟講好似太自私，咁你可以用簡單嘅請求。一旦你習慣下指令療癒之後，
呢個能量自發嘅形式意念係足夠嘅，呢個過程就會好似意識一樣迅速，而你只需要去見證而已。在命令下達嘅時候，你讓造物主成為元素之一，不受人類因素干擾。當指令下達並且接受嘅時候，你可以自由地在療癒過程中扮演見證者嘅角色，造物主也可以自由地執行療癒。當你第一次下指令嘅時候，重要嘅係你安靜咁樣坐喺度，喺心裏邊下指令。至少第一次下指令嘅時候可以係咁，這是因為對大多數人嚟講，好難同時保持喺希塔狀態，又同時大聲說話。然而，當你練習耐咗，你就能夠大聲說話，同時保持喺希塔狀態。記住，與一切萬有造物主見面或者談話嘅方法不止一種，用讓你感到舒服嘅語句，而你使用嘅名稱或者請求必須與你嘅信仰系統相關，與別人對神有咩睇法無關。上帝、生命之力、阿拉、一切萬有造物主、女神、耶穌、聖靈、源頭、耶和華，呢啲所有都能夠導致流向全有嘅第七界，亦都係所有一切萬有嘅創造力。用你舒服嘅名稱就可以啦。